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3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台中雾峰分局的侦查队一个姓刘的小队长涉嫌假毒贩盗空，涉入警方办案行动，遭红抓起来了。有家长伫网络讲看到后生幼儿园老师手骨甲脚拢有赤字，家长认为无适合伫幼儿园教册，引起未少网友的批评。有真侪学生囡仔拢爱买有功能好耍的笔，消保处抽查市面上17件玩具笔，有16件表示无合格，其中2项品质嘛无合格。新闻开始来看台中雾峰分局的侦查队一个姓刘的小队长涉嫌甲毒贩盗空，涉入警方办案的行动，遭红抓起来了。伫去年7月，雾峰分局抓到一个大麻毒品案，伫办案的时，所发现讲嫌犯亲像早就知影警方会有动作，怀疑内部有报马啊。最后嘛查到讲是侦查队姓刘的小队长涉案，台中地检署将发动搜查，小队长被羁押禁见。台中市警察局表示讲，小队长先停职，等待判决的结果。拄苏锡员的办公室内底架起啊！台中市雾峰分局去年7月侦办网络卖大麻毒品的案件，向警员溯源追踪搜证的时阵，发现嫌犯疑似预先知影警方的行动，怀疑内部有人涉密。经过调查，发现侦查队刘姓小队长涉有重嫌。台中地检署12号针对伊的徛家、车辆、办公室进行搜索，查考相关的证物。因为我们在搜索当中当然就是会发现跟我们的要预期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地检署带我们相关的单位所以来我们各单针对这个刘姓的住处还有车子，还有他的服务的地方来搜索。雾峰分局表示，刘姓警员任职20多年，台中地检署指挥内政部警政署政风室、台中市警察局督察室甲政风室，也有雾峰分局共同侦办。搜索当时，大部分的当人并无知情。台中地检署检察官复讯，已经向台中地方法院以涉密等罪嫌申请羁押核准。那本分局秉持壮士断腕、严查就办的精神，依法予以停职。那并是后续的侦审结果，改调制服，并调整服务地区。台中警方爆发重大警纪案件，雾峰分局目前已经依法将刘姓警员停职，而且看后续侦查判决的结果，改调制服，也有调整服务地区，也会追究相关人员可检的责任。记者台中报道。前几天有一间中国人坐邮轮旅行，邮轮停伫澎湖马经的码头，因是拢无台湾的签证照理讲是袂当落船，也毋过因想要落船食物件四界洗洗。马经上港的副所长就帮因上花，佮提醒因讲爱洗哩，毋通去互掠着。有人甲因对话影片公开，海巡是讲这副所长违法了，已经调离主管职，卖加档来处罚。我们现在是环球旅行的第一站，中国台湾省的澎湖。因为我们没有入台证，但是我们还想到岸上去品尝美食、欣赏美景。那我们到底能不能登陆呢？外国游客入境台湾爱签证，中国目前依然禁止来台自由行。不过，这阵中国籍人士坐游艇因为闪风海，核准停靠澎湖马经渔港，这规定明定花想要到安全公园，竟然很就花，对方将买物件、食美食的影片上传到网络社群媒体。我知道你们今天上午也跑掉了啊！以我的角色，我来点名的时候，你们要到，就这样。好，我一定会说，就我有去管制你们。好，是你们自己跑掉的。假如你们真的要，自己小心一点啊，不要被抓到。这影片4分钟外，记录不少双方对话，现任副所长除了违规放人，更考试海关移民准1万单，引起争议。他不仅把法律解释给对方听，还提醒对方要小心一点，不要被人家看见。这是一个怠忽职守，这是渎职，这是公人员不作为，他犯了太多的法律。
这架圣克里斯多夫级的游艇船长是比照是中国籍5个人，为中国泉州出港。5月之前，因为闪风台，核准停靠北京第一渔港阿哥码头过程中，马经上港副所长的不当发言，会依法检讨党款。A 船船员如需上岸，依法需向移民署提出申请。本案马公上港副所长不当发言，除立即调整为非主管职务，并依法检讨重惩，绝不宽待。同时追究相关人员行政责任。这架游艇6月初5早起8点半离开码头去日本okinawa，不过船员无照规定申请违规上岸，加上香港人员不当发言、凊彩行事，让台湾海华国防出现漏洞。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一间私立幼儿园，亲像饲囡仔食爱困药啊，这案社会拢正关心。下晡嘛，伫新北市回灭专案报告，市长侯友宜下晡2点10分对泸州公所离开，嘛已经赶到议会。侯友宜早起嘛批评立院讲市政府4月就接到通报，无成立医疗团队，伊讲这拢是外屋无影的代志。伊嘛讲赖清德佮立院民代是咧制造惊吓。今仔嘛公布幼儿园囡仔第2批验尿结果，12个人拢是阴性，1个人各检验。新北某一间私立幼稚园饲药案刷咧团开，新北市议会13专案报告，各界拢正担心侯友宜是不是会亲身来出席。校儿面对所有的问题，我从来不逃避过。这过程除了让我有机会把来龙去脉说清楚以外，干事更重要的，我也会尊重议会。针对赖清德表示讲，新北4月接到通报，侯友宜嘛回击讲，这是外屋造谣。伫咧办案的过程中，唔免来制造惊吓。也若新北幼儿园饲药案第2批的12个囡仔因验尿结果拢出来，拢是阴性。目前送验的26人拢是阴性，到12为止。另外，新增加有1个囡仔就医，拢总的就医人数是27个。因的尿检验上紧2天后就会出来。这26位里面呢，有4位是我们这个幼儿园的孩童，跟我们前面是没有重复的。结果都是阴性，那其实是跟我们的预测是差不多的。其实有可能是已经过了它的半衰期，或是说它已经在体内代谢。食药署表示讲，目前巴比妥这类的药剂成分制造的许可证有15张，拢是处方药，拢有定期许可管制药品的流向。目前伫药局、医疗院所迄头无发现到流向不明。也若这个案件是毋是有牵涉到一般药品，即马检调当咧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南部连续落2天的大雨，高雄林雅区透早是有路边的树放起，险啊去陷着车，因为淹水高雄中澳的运动场煞出现土石。也毋过这波大雨嘛，互高雄的水情顶好，已经变作是青顶了。另外，伫屏东嘛有树倒去陷着停伫路边的车。今仔早起，气象局是继续针对屏东的恒春半岛附近发布大雨特报，嘛提醒民众出外要爱注意安全。倒落来的树离汽车无到50公分，险讲歹车。高雄13半暝啊，阁落起大雨，林雅区福建街发生路树倒落来事故。关西公桥的树占掉马路的一半，勇港处接到通报了，赶紧派人来处理。连续2天的大雨造成未少地区因为未赴排水积水，高雄中学12操场竟然出现土石伫积水内底收水，敢若是对大排顺水流一路游入来学校，互老师学生看了拢感觉真稀奇，赶紧先掠入去学校的生态池。地下水位高吼，对，所以短时间强降雨之下的话，造成这样的积水。走过去就看到有一条黑色的鱼游过去，就觉得还蛮稀奇的。大雨嘛，互高雄水情顶好转转来青顶解除旱伤。屏东枋寮12嘛有路段的路树因为大雨倒落来。警方到达现场后，先行维持现场秩序，并通报台电、乡公所及相关权责单位协助处理。受地流方面的影响，南部沿海风影真大，尤其在东流线去小琉球，风影达交通船拍甲海来海去。气象局嘛对屏东恒春半岛发布大雨特报，提醒民众外出一定要注意安全。记者陈环宇、柯正俊高雄屏东报道。云林最近一季的稻仔特别挂稻仔咯，因为气象局预报受到风面影响，雨过会落几啊天，有部分农民就赶紧要收成。理论上农会是呼吁讲，今年一季的稻仔绩效袂歹，若数不到分就成收，产量品质无好，等等会去影响到绩效。
看到雨较停啊，农民赶紧请工人来收葺啊。即马6月中拄好是森林地区一期作收成的时间，不过最近天气袂稳定，农民惊收成受到影响，所以赶紧趁雨芳，看会当收偌济算偌济。来大雨吼，惊稻啊倒去，你倒去歹刮损失就济啊。嘿啊，因为算讲吼过遐久啊吼，过迄差不多5个月的时间吼，规个本钱拢落落来，惊。迄个袂回本，看农会阁甲担当升较悬的无？无这真正阁做1礼拜做，应该是会博利啊。农民烦恼讲，经济气象预报，接落来几日天拢会落雨，农民则赶紧趁雨芳来收葺啊。不过农会认为，若是还未到份就赶工要收葺啊，恐惊品质甲产量拢袂好。你尽量叫讲，若迄个还未就莫刮。你若收请来，若超过32度，阮就拢无收啊。这个差不多103到108这项啦。看你的度数。也就去年2期的小可用无够，所以今年1期的小可佫又悬出来。农会表示，今年森林1期作的价销比以往较好，100斤的价销是1030块至1080块之间。呼吁农民唔通因为惊天气影响到赶工要采收。不过农民嘛表示，虽然今年1期做的价销袂歹，整体成本的费用嘛有较贵，所以农民嘛无加趁偌济。记者综合报道。2018年的8月，中国发生非洲地震哦。目前亚洲计共已经有17个国家，佮加上澳门、香港，拢是非洲地震的一区。台湾边境加强查验，目前违规防发的旅客嘛有将近300个人。5日在特别角落，非洲地震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指挥官陈吉仲今仔是去桃园机场视察，强调讲会来加强边境的检疫。亚洲地区非洲地震疫情继续滚加，今年佫增加新加坡、甲目前飞机已经中国大陆、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甲印尼等17个国家加做一区。因应5日连假甲休热出国旅客增加，非洲地震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陈吉仲13到桃园机场巡视边境强化检疫。尤其是端午佳节即将到来，那可能的会做出因为这一些入境的游客。或者是快递，或者是邮包所导致的可能的猪肉制品进来国内。边境解封，旅客回升。根据风险局统计，今年到6月7日为止，早违规的猪肉产品入境被罚20万的旅客人数已有290人，有提悬的现象。全台国际机场港站为4月7日开始实施绿线区加强执法，2个月发董事部违规案件有314件。非高风险国家的一个手提行李检查并没有达到100%，所以我们现在是在原来的措施上面，我们再加一堵墙，把我们的边境防线更完善。风险局表示，为107年8月27到112年6月7日，来自非洲地震疫区拿在猪肉产品，包含旅客违规在甲农产品废弃箱仔内底验出非洲地震病毒，核酸阳性，总共是497件，其中中国大陆上济有398件，第二是越南85件，显示边境面临病毒入侵的危险尤然正大。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最近出现头一个本土的天狗类病例，是今年台湾的头一个哦。这个个案顶个月有去中国，也毋过因为是这个月初才发病，目前搁去了解感染源，为着避免拖到社区哦，今仔早起嘛开始喷药啊消毒，厝边隔壁嘛拢互通知讲爱去检验。台南市卫生局和环保局也有大批职工互相配合，伫咧林德区成功里厝药啊消毒，毋但路边的水沟啊，就连无人咧住的厝也拢着消毒。公部门的这么紧张，就是因为台南市出现今年第一例的本土天狗热患者。这个个案是40多岁负责人，伫6月初时开始有发烧、头晕、腹肚痛等等的症状，但是在14天内伊拢无出国过，和伊住做伙的厝内人嘛拢无这个症状。进行他居家周围150公尺周围都进行全面室内以及室外喷药。因为你真的遇到了，为了大家的健康安全还是需要啦。为着要调查感染的来源，卫生局扩大采检，所以这区附近的民众也得抽血检查。
住在这个附近呐，抽个比较安心一点。继2019年之后，第一次发生了本土登革热案例。我们现在要做的最重要的方式是赶快去做清消，好，那周边的社区还有周边的人来做检测，那希望不要再发生这个蔓延的现象。最近的天气是真烧热，佮加上落雨，卫生局发现伫台南市网桶的检测指数大大增加，所以嘛提醒民众都要甲徛家的环境变好清气，共同来防治天高热。记者综合报道。登记最近伫网络平台有一个幼儿园的家长朴文讲，伊看到囡仔的老师手骨甲骹有赤字哦，即是讲即款有赤字的老师敢适合伫幼儿园教册咧？网络嘛有未少来讨论。有幼儿园的园长就讲哦，世代是真正无共款哦，社会多元，老师的专业能力才是上重要的。做伙算现牌啊，互囡仔认捌动物甲日常的物件。幼稚园老师培养训练囡仔反应能力。详细看，即间私立幼稚园老师有挂手表，真假无出色。不过园长表示，最近有面试一个拄毕业的老师，真假有做美容，有插花。那我以前呢，对这个美甲我也很不能接受，可是专业表现是没有问题的，就是都很好。对，那可能我觉得就是外表好像也就比较会削弱我那个感受。有30年资历的园长表示，老师整甲袂影响卫生，干那小可擦一寡多样。落尾是注重专业甲效率，要是决定要甲聘用。啊，若准讲老师的身躯顶有赤字咧。有一个幼稚园学生家长伫网络平台刊文表示，伊发现囡仔的老师伫手骨甲骹腿拢有赤字，家长是质疑这款人有啥物资格做老师教囡仔咧？刺青并不一定是不好，刺青有它独特的意义存在。那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建立所谓幼儿在多元化的一个态度跟意识形态。假设那个图案，然后是他曾经看过的，或者老鹰什么之类的，那也许反而会发现说，我在平面上面是长这样，也许在人体的身上，因为它有幅度又不一样，这是他的发现学习。专家总强调讲，即马是多元社会，赤字无代表无好，老师只要有教学素养，就会当教囡仔。啊，若家长对赤字有刻板印象，来投诉要安怎咧？园长表示，会先观察老师的专业能力甲日常应对，若阵有影无理想，才会来调整。若无外表，并袂影响专业。记者林晓辉、沈志明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看，两岸局势紧张。美国媒体指出讲，美国方面正烦恼讲台海紧张的局势继续升悬，等下制定台湾的美国侨胞撤离计划。也毋过，白宫是强调讲，目前并无这方面的考虑。咱国外交部嘛表示讲，已经确认过，无任何一个国家捌演练过台湾撤侨的计划。中军对台继续军事施压，美国媒体《新书报》报道，美国政府烦恼台海紧张局势提悬，即马咧制定伫台美侨撤离计划，不过北京无承认有任何现象表明需要调整这项政策。It's not routine U.S. policy to evacuate private American citizens from areas of conflict. And there's no indication at this time that current conditions in Taiwan would warrant any reconsideration of that policy. 所有国家的驻外管处都有紧急应变计划，也会定期盘点检讨。但是经过外交部一一的确认，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在演练台湾撤侨，就是没有这件事情。外交部表示，无任何国家演练撤侨，台海问题国家上高度竞争，美中关系继续紧张。就连军事对话去年8月就登去，虽然双方成为破冰，不过因为中国间谍气球的事件，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年2月访问中国话停。今晚布林肯奉声10月美国访问中国，所以因为美国指中国伫古巴设间谍基地，恐惊为访问中国增加变数。Nothing's changed about the fact that we understand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s tense right now. And nothing's changed about the fact that the president wants to keep the lines of communication open with the PRC. And we talked about this last week, some of the important lines of communication, military to military, are not open. And we want to get them back open. 美国想要甲中国修补关系，不过也继续协助台湾强化防卫。美国众议院军委会公布2024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草案，内容包含美台联合生产武器的可能，要解决台湾军售项目延迟交付问题。
因为66架 F-16V 战机延迟交付，原本2017年就届满售期的幻象2000战机，传出军方评估后勤做好的情形之下，搁延役10年的规划。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将在德国展开有史以来规模上大的空中军演哦。来自25个北约的成员国，甲日本、瑞典等伙伴国家，动员大约250台的军机。伫个面对俄罗斯的威胁，国际局势紧张，北约是透过军演来展现团结。德国的加利亚轰战机起飞升空，也有各国的军机陆续飞到德国北部的空军基地。北约史上上大规模的空中军演，空中卫戍2023正式登场，拢总有25国当中250架军机参与。Diese Übung ist im Signal gegen niemanden gerichtet. Es ist ein Signal an uns, an innen gerichtet, in die NATO hinein. Es sind überwiegend NATO-Staaten, die an dieser Übung teilnehmen, die deutsch geführt ist, dass wir in der Lage sind, dieses Land und dieses Bündnis zu verteidigen. 空中卫戍2023演习有约1万名军人参与，目的伫咧加强协同工作能力、甲战备任务。当咧申请加入北约的瑞典、参非成员国的日本，也拢参加这摆演习，正做关注焦点。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we're having these strong relationships for the future, to be able to build all these connections with all these other states that are here, all the other NATO countries that are represented as well. It's a huge moment in history, the largest NATO exercise. Es ist natürlich eine massive Präsenz. Das ist auch wichtig, ein deutliches Signal gegenüber Russland zu senden. 这摆演习会继续到23，主要地点集中伫德国空军基地。有必要也可能会到荷兰，甚至会飞到甲乌克兰连接的罗马尼亚，甲瓦近俄罗斯的捷克。拢总会进行大约2000摆空中飞行，虽然无明讲，也毋过目标已经真清楚了。公司新闻第为您编译。2019年，伫加加洪发现钓到死亡的性侵犯，嘛是美国的超级好野人爱普斯坦，互伊性侵害假日台的受害者则会向帮向摩根大通银行提出集体诉讼。摩根大通银行互被害者指控讲，伊捌向银行检举，也毋过银行面对 VIP 的客户毋敢处理，无断绝往来，嘛造成真侪人受害。上新的消息是，银行同意以美金2亿9千万甲受害者和解。荷兰控诉协助好野人爱普斯坦成员性剥削甲虐待妇女的摩根大通银行，对受害者拍集体诉讼，因为伊是大客户无顾虑无警告，造成真侪人真大伤害，最后宣布2.9亿美金甲受害者达成和解。摩根大通声明指出，过去甲爱普斯坦的任何关联拢是错误，感觉遗憾。佮表示，咱相信伊用任何方式让咱的银行做出可恶的犯罪，咱绝对袂改继续往来。爱普斯坦伫1998到2013年之间是摩根大通客户，就算2006年因为涉嫌性犯婚被掠，2008年认罪，伊客户身份一直伫咧12个涉及受害者估算超过100位，其中一个无名氏一户已经是巴黎布者受害者为首，对摩根大通提出指控，表示银行协助爱普斯坦性剥削，有15年时间互伊领大量现金，连案件逼出了后，户头也无停落来。这和解案毋是第一件，无到1个月之前，对最银行才因为同款的集体诉讼，用7500万美金，甲爱普斯坦的受害者达成和解。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虽然最近这几档各国拢有性平运动，也毋过联合国上新的报告是指出讲，性别无平等的状况伫过去10年来是无啥改善，对于妇女的偏见嘛是同款哦。联合国恐惊是无法度伫2030年来达成性平的目标咯。全球要伫2030年以前实现性别平等的目标，恐惊无乐观。联合国12上新报告，过去10年来，性别无平等的状况一直无改善，文化偏见甲压力继续阻碍女性赋权，加上新冠疫情冲击全球经济，造成真侪妇女失去经济收入，互性别权利无对称的情况继续恶化。Why things are progressing slowly are pertaining to systemic barriers that women see in the workplace. And quite frankly, sexism and unconscious bias rank pretty high, but also corporate culture. We need a more inclusive culture. We need organizations to work on policies. 虽然有妇女权利运动像 MeToo，
反社会运动探索等报告发现，10年来对女性的偏见无改善。像全球有69%人口有缘相信，男性比女性会当成做更较好的政治领袖，27%认为女性、男性享有同款权利对民主真重要。46%相信男性应该有更较侪工作权利，43%认为男性是更较好的商业领袖。另外，报告也发现，4个人中就有1个人相信查甫人拍某是合理的。And then the women themselves need to become a lot more assertive, need to be ready for the role. And even if they don't feel ready, right, there's always this imposter syndrome that invades women when they get a promotion. So the women need to jump on the opportunities, they need to raise their hand.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这份报告指出，有偏见的性别社会规范在全球普遍存在。换90%的人至少有一种偏见，这个偏见在男性、女性中拢真普遍。也就是讲，偏见早已经根在真深。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主任孔赛桑表示，损害妇女权利的社会规范会阻碍人类发展的开拓，确保女性自由甲自主，才会当人人受益。公司新闻黄伟玲编译。再来看 NHK 报道讲，福岛第一核电厂的核废水将开始进行放流设备的试运转咯。南韩甲中国搁再表示反对，咱国内渔民嘛是真惊讲，若是到时阵放流，海洋受到污染，唔知要安怎办？为了掌握上新的信息咯，原民会搁再组团去日本，要实际去了解。福岛第一核电厂含川废水离正式排放进前，12号先展开放流设备的试运转。NHK 报道，东电希望6月底进程来完成。附近国家中国甲南韩有缘表达反对排放的立场，国内渔民嘛表示惊吓。苏澳区渔会烦恼洄游的鱼类像青灰、扇肉、蚵仔床等等受到影响，恐惊会冲击到当地20亿的渔业产值，煞找无人来赔偿。恐慌就对啦，会使你讲哦，万一若受到污染的时阵哦，我的饭碗拢无去啦，生活拢不是生存嘛，无照生存啦。万一若受到污染的时阵，咱遮上啥人要赔偿？为着要让渔民了解到政府已经强化检测甲采样的能量，确保食鱼安全。渔业署今年伫全台湾已经举办30-40场的座谈，原能会强调海水的采样，这3年来提升3倍，到今年已经有107个点，渔产品采样提升10倍以上，来到4000件。掌握海水辐射的背景值，就袂发生无人负责的代志。这个基线如果在排放前已经掌握住的话，那后续如果有超过这个基线的一些异动，我们就可以立刻掌握，知道说就有一个科学的数据可以去比对，说已经有掌握到这个异动的一个状况。为着要掌握福岛第一手排放资讯，原能会第3度组观察团22号前往日本。原能会指出，目前模拟含川废水为福岛排放了后，会先往日本的北方去，再到美国西岸转向赤道，最后透过乌条来到台湾，估计要开3到4年时间。目前模拟川废水来到台湾海峡的浓度大约离10的负6次方贝克，比背景值低非常多。记者林前梅、王兴中台北报道。时代力量早起指控台北市南港有一间国小校园的电磁波是真悬，测量的结果是悬出标准的40倍哦。嘛强调讲，因伫去年3月就接到定情，迄当时就要求学校爱处理，也毋过一冬过去了，教育部佮台北市教育局是拢无任何的作为。今天在这里的背景值是，其实只有0.7毫高斯。伫立法院开记者会，提出机器实际测量现场的电磁波，干那0.7毫高斯。毋过早起时代力量立委陈椒华是表示，台北市南港区有一间国小，校园的电磁波是真悬，去校园测量，发现伫楼梯间、幼儿园专科的教室，佮有灶骹这个所在电磁波拢真悬，上悬有超过90毫高斯。也若学生的教室嘛有22毫高斯，和校园的电磁波上加0.5的标准来比，是悬真济。癌症的这个研究机构就是 IRC 就是有做一个调查，就是如果说4个毫高斯以上的环境
小儿白血病的罹患率会增加2倍。时代力量去年3月份就接到订正，但教华表示，去年伊就建议学校爱处理，想袂到1年过去啊，订正人来反映讲学校拢无做。台湾电子辐射公害防治协会嘛表示，毋但变电设施无煞，幼儿园的电子波验出30合格数，原因是学校 WiFi 基带设价上低。这个 WiFi 接收器竟然来跟这个学生的头部是等高的，那我一看就说。这个小孩子的头壳都还没发育成熟，我们应该把它移高一点。所以我有建议说 ，WiFi 接收器不要这样直接射着学生，那真的是把这个学生当成天线宝宝一样。专家表示，囡仔逐工踮学校的时间超是8点钟，大人应该要关心囡仔的健康。也那国教署是表示，若种学校对校内电子波有疑虑，通随甲当地环保局来申请，环保局会随派人去检测。立委也呼吁教育单位要积极来改善电子波这个问题。记者柯嘉轩、陈若水台北采访报道。国防部伫去年4月推出全民国防手册。内容防止讲无实用，搁再经过一冬的准备，今仔是推出新版的手册。小解讲，若是发生战争分区供水的应变，嘛教民众安怎来分辨国军甲解放军。台海情势紧张，国防部去年4月推出全民国防手册，无什么内容，停水停电爱民众卡克服来问，互人批评根本是无实用。国防部经过1年开真侪摆跨部会会议，来自专家会谈的意见，早他推出新版全民国防应变手册，协助民众伫战争的时阵学生存自助，区分平常时准备甲战时应变，包含个人紧急避难包、家庭必备物资，要准备什么物件，刷大个太阳能板，互人怀疑这是真歹摕到。倾向手持式的发电机，这部分我们也有在做。紧急避难包内容物的研讨，在避难包的部分，包含它的内容物，也都会在明年，民安万演习都列入重点验证科目。另外，停水应变措施，这摆手册讲到，正式启动分区供水，会透过宣传车甲广播宣导供水站位置甲供水的时间，针对共军反台领导，就像那只电话辨识，协助分辨国军共军的服装，是不是比较俄乌战争、乌克兰军白黄时代增加辨识度，引起关心。都在公告之后。民众也可以很清楚看出来，我们国军跟共军的这个作战服装的确是有明显的差异。好，那至于这后续，如果共军他们有持续更新他们的服制的话，我们当然也会适时的做更新。全台总共有89405个防空避难的所在，经政署公开新版的防空避难标示，目前完成83.4%的更新，按算7月底全部更新完。另外，选伫这时阵公布新版手册，国防部澄清，参考俄乌战争国际局势变化，无其他时间点的考虑。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宜兰的南洋溪口，最近有一寡钓鱼的民众走入去政府公告的海影生态区，佮甲车停伫离鸟仔树正近的所在。伫咧做生态调查的人员因实在是看袂落去，所以嘛呼吁讲，县政府应该着爱加强执法。海影出来加着抓来鱼饲幼鸟仔，爸母也搁互相交班照顾幼鸟仔，为人真温馨。南溪口是宜兰海影族群分布数量上侪地区，严格来到环西区调查海影生态的调查员发现，被捉钓客违法弄入去。你好，是这样子，我人在那个南溪口南岸的小燕鸥管制区的旁边，就有2位钓客，他闯进去管制区里面。生态调查员看到钓客直接开车伫环西区内底乱弄，真生气，都惊破坏海影的鸟兽，随同步管护派员来处理。你干两弄看嘛是同款，有罚则。生态调查员向钓客说明，只要开车弄入环西区，就算破坏鸟卵也有罚则。因发现有一寡钓客的车痕离鸟兽只有40公分，严重危害海影的生存。那我是希望说，可不可以在执行面上更严格一点，就是还是不要通融有任何的车辆或是人再进去。海影大约4月来至9月离开台湾的大天行鸟啊，保证好列为立即保育类鸟类。经过调查员调查，顶礼拜南洋溪口4棵位有60艘的海影鸟兽，有计后礼拜数量会翻倍。最近是欢喜的关键时期，希望公部门会当加强执法，让海影会当顺利生态。
都会跟在地的一些相关的 NGO 团体跟社区合作，进行联合的巡护。官府讲，有甲在地的相关团体，当这无定期巡护海婴仔，只要发现违法，就会开罚。像违法动力番石区伤害到海婴仔，搁查证属实，恐惊涉及刑事责任，罚金上悬会当罚到100万。记者综合报道。伫台东市的建和部落山区海拔370公尺的所在，又搁出现台湾乌熊。台东林管处嘛接到农民的通报，讲因饲芳的芳仔箱连续3天拢互乌熊破坏。林管处去装红外线的翕相机，有翕到一只乌熊。因为发现乌熊的地点离林家厝只有3公里的距离，是真远近，嘛互民众真惊吓。互乌熊耍长的芳笼已经撤离饲芳的台东市建和里山区，山坡顶悬还佫有去乌熊耍长的芳箱，还佫有芳树，走出的芳嘛伫个这个树仔顶定身来做收。台东林管处为着要来确认乌熊出现，佫伫个山区斗野生动物红外线的翕相机，结果真正去翕到一只乌熊，而且是一只熊豚啊。确实是台湾黑熊破坏了蜂箱。那经过兽医师判断，这一只台湾黑熊是一只亚成熊的个体，目前性别的部分是无法判断。台东林管处随伫个山区附近的产业道路设立告示牌提醒民众都要较张持咧，并且到附近的住家来宣导，提供防熊喷雾。这边乌熊出现的地点伫个浅山的海拔干那370公尺的台东市山区。民众讲，这离山口的建和部落干那3公里，烦恼讲乌熊会走入去厝内。用自保，用就看你们别上免那解决有无？看是要我都掠较深山野放无，嘿啊。台东林管处表示讲，这乌熊生态的给付方案会发主动通报的奖励金，并且煞咧伫个山区来斗红外线翕相机来监控乌熊。便若是有发现到乌熊走入去民家厝，就会甲赶走。嘛提醒民众毋通甲喷来放伫个户外，也是讲果园内底，安尼会生乌熊来食。乌熊是安怎会走来伫个这个低海拔的山区？这就要搁请专家来做研究。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最南的中台湾电影中心伫2020年12月份完工，也毋过民众批评讲门拢关的，是饲蠓仔嘛，实在是真浪费哦。台中市会嘛去视察，发现讲一寡硬体拢生銑咯，楼梯佮生草啊。市政府是表示讲会赶紧来做整理。白色的建筑物设计甲真有现代感，这是台中最南的中台湾电影中心。虽然建筑物已经完工，不过外口的围栅无拆掉，那像也搁咧施工，而且拢无开放，互民众感觉真无彩钱。规划所有的花费在资源上的应用的话，其实应该再更妥善处理一点了，不然真的造成不必要浪费，这个是真的非常可惜了。台中市议会顶礼拜去中台湾电影中心考察，发现硬体因为上久无人用，已经开始咧生銑，楼梯嘛有生草啊，甚至户外的草啊已经发甲比大人的小腿搁较悬。有议员就烦恼讲，最南经贸园区有真侪项公共建设，毋是无完成，就是囥咧趴远，根本就拢是咧饲蠓啊。市政府这个执行力真的要加强，否则整个水南经贸园区本来是这个台中发展的重中之重，现在却反而变成说延宕又延宕。露天广场属于户外开放空间，相关的绿地容易伴随天候转暖滋生杂草。新闻局会视现场的状态安排维护，今年的维护工作已排定于6月、9月进场。市府表示，中台湾电影中心开17亿去打造，伫咧2020年12月完工，2021年6月已经完成验收。目前伫咧去年9月底已经做第2届招标，启动招商了后，按算伫2025年对外来开放。另外，同款旁真侪档的马祖园区的基座，市府最近嘛甲空间整理出来，按算要对外来开放，互人租，一届要租4档，上紧6月就会伫网络公开。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花莲凤林的大高线外环道哦，有一排行道树，因为拢甲伊整做头圆圆的造型，就亲像水梯共款哦，就人甲因叫做水梯大道。有民众是认为讲，这款的处理方式是袂歹，看甲心情嘛袂歹。为了要维护凤林镇上所有道路的环境，镇公所员工逐天拢会修剪树啊。其中大九线223到225公里所在的外环道青仔树，方修做圆圆的造型，加上青仔树堆落来起紧，民众拢讲像天仔共款，也为这条路号名叫做天仔大道。
蛮利啊，跟以前没有修的情况比起来，差很多。哎呀，比较漂亮啊，你看起来比较干净啊，到市场来扫啊。镇公所表示，堤仔大道会拥护经过2任镇长，上早是前任镇长肖文良的创意，为着修剪树仔，迄当时成立环保甲公园管理所，聘用专职人员负责修剪树仔，定期也去林务局上课学园的技能。我们每年差不多每3个月到4个月会修一次啊，就1年大概我要维护个3次到4次。听说你们为了这个还去上课啊？对啊，像修树的训练啊，高空的训练这样。网络上民众也真懊恼，认为堤仔大道的维护方式，甲以前街头式的修剪比起来，更较优先。各对行车安全上，较无视线上的压迫，非常符合红林镇国际慢城的感受。记者综合报道。各种无同款造型、功能真趣味的笔录，囡仔拢真爱早起好好使用，大家做伙耍。也毋过消保处抽查市面上17件玩具笔，有16件表示无合格，其中阁有2项品质的检测嘛无合格，所以呼吁家长伫买的时阵，着爱特别注意，爱检查。无黑造型的叶啊，也有艋舺真物的帽啊，手镜头啊，一个都变化无同款的造型，用算个影响的七头名笔，正做学生心目中的人气商品。啊，不过这笔敢才是安全的。电视购物这款多功能圆筒的玲珑笔，都要卖990块。啊，不过无代表愈贵就愈安全，因为相关的电流符号甲电压标识拢无。过来支持讲是用数压的自性金属笔，这么细的小物件，一无细致就可能互囡仔吞入腹肚。因为小零件的脱落是在以往在国际上很多的就是被小孩子拿起来吞食或者是塞在身体有些不该塞的地方所以造成了一些那个所谓的伤害特别像这一次我们发现这个磁铁这种东西它如果吞食下去的话，它的危险性是非常大的。消保处抽查市面上17件七头名笔，发现有16件无符合标示规定，有的无商品检验标示，无反体中分标示，甚至品质检测无合格，若是违规，应罚1万。我们会首先要求销售者不得再陈列销售，那我们会再追究那个报应义务人，也就是制造商或是进口商，那个相关的责任。那查证假如有不符合商品检验法，最少处分1万块。消保处呼吁家长买囡仔相关物件，一定要先检查是毋是有检验标示，才能代表政府已经替消费者做第一步的把关。标检局除了要求业者限期改正，或者是回收衰去，也会做全面网络清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大病院甲微软合作，建立全球头一个创伤立体影像的资料库，会当协助医师来判断患者病情的时阵如何准确，会当来应用伫偏向的远距离的医疗。咱做伙来看卖。这个病人大脑的后颅窝好像有一个动静脉激流，那我用这个黄色的圈圈把它标在这边，这样何医师看得清楚吗？两边医师透过3D 的影像讨论患者的病情，这种若像电影才看得到的画面，即嘛真正会当实现啊！台大甲微软合作，建立全球头一个创伤立体专项资料库，结合影像工程的技术，成功发展出一套新的系统。因为我认为进行栓塞治疗的部分，可能对病人的风险会比较低。何医师觉得这样如何？这个系统会当将原本2D 电脑断层的影像做成3D 的影像，转换做专项投影，而且将需要治疗的所在标示出来。医师会当连线共同讨论治疗的方式，这是台大病院甲台湾微软共同突破的成果。计划主持人李建章副主任表示，因为2D 的影像有当时会因为角度无同，也是同时间这种创伤，较会产生影像判读准确度的问题。所以医师如果看到某个地方有出血点、有骨折，都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3D 从不同的一个角度呢，去了解这个创伤它的区域跟大小。另外，透过立体影像，和患者会当较好了解医师解说病情的内容，会当共同讨论手术的计划，可以让病人跟家属很容易就看清楚这个问题的所在，然后来可以达到医疗的这个所谓的医病共举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远距的一个会诊，让整个这样的一个疾病的处理得到更好的一个照护。所谓会诊嘛，当应用伫远距离，解决偏乡甲医疗人员较欠缺的问题。团队目前嘛成立未来教室，
透过创上3D 专项资料库的应用，培养医疗相关的人才。记者柯丹妮、曾俊佑台北报道。旧历的4月23是伊主亚公的圣诞哦，这间其他家义落草的将军庙，逐当拢有真侪信众会做戏来搭写。今年的布袋戏甲歌戏计共是有1200坪哦，戏棚搭伫路边有几啊百公尺长。庙方是表示讲，最近开始演哦，可能搬到5月，佮搬袂煞。一坪接一坪的野台戏，为嘉义县道167线到第37线相车路口开始，有歌戏嘛有布袋戏，超过1000坪的野台戏，拢是要来替当地信仰中心的义主爷公来接收。来甲球有台成，来甲搭车的，拢自愿的就对啦，哦，自愿来搭车的啦。有的30坪、40坪，你嘛拢有。蛮多人在答谢的，对啊，每年都是那么多。起伫1970年的嘉义县鹿草乡义主爷公庙，每当只要到旧历4月23这天，来自各地信众拢会请人来搬戏，互市民看。但是因为庙埕无大，佮加上伫县道边啊，所以戏棚搭伫车路顶悬，才会出现百外公车拢咧搬戏的特殊画面。摆天堂摆到尾啊，啊今年佮摆到对高铁卡遐去，我个布袋。我请你别了。没有看过这么多的歌仔戏粉啊！一直没看过，我都是小时候在看这样子啊。庙方讲，过去伫遮演出的戏棚大约拢有300-400坪左右，因为疫情解封，互进前一寡无机会搭车信众，拢趁这个机会来搭车，所以才互今年有1200坪的戏棚来遮搬，超过英国纪录。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台南七股的白河灯哦，是台南市定的传统表演艺术，是西港乡特别的顶头。有人会打扮做白鹤的造型，边仔佫会对一个白鹤中柱。军法甲使用的兵器是拢真特殊哦。庙方嘛甲树林国小合作，规划一个白鹤灯的文物馆，昨开馆挂牌，望讲会当好好来保存白鹤灯的文物，嘛甲顶头的文化继续传承落去。顶头围庙的正门入内，学生发菜了后，准备拍箍做结界，这嘛向定外人袂使入内，为因准备要伫咧内底摆阵。学生对单套到生死队，应甲所有全部展现出来。这是台南七股区树林国小的校定课程，学校为文化传承尽一份心，除了互学生做小白鹤灯，还佮甲庙方斗阵筹备设白鹤灯文物馆，伫12正式揭牌。第一个就是为了白鹤镇不要让它消失。然后就是让越来越多人进入白鹤镇的练舞队。这个历程里面，他对自己的家乡其实是更了解，然后他更重要就是一个文化的传承，可能在这个课程里面是可以把它展现出来的。本安乡大天府的白鹤灯成立96档，是西港乡特色的舞阵之一。伫2007，互人登录正做文化传统表演艺术的资产。树林国小进前就捌伫咧线顶举办白鹤灯的文物展，即个因将庙内无用到的空间，用来展示白鹤灯的兵器设备、古早链球啊、甲家子红啊等文物。99岁白鹤灯国宝大师何国昭，因五万文化会使代代传。西港啊，挂乡啊，阮台湾独一无二的白鹤灯。会当来发扬国势，一寡古物啦，啊，个白鹤镇哦，会保存啊，咧还有一个保障。因为大家看顶头，拢敢来看尔，无实际了解背后的内涵。即摆成立白鹤镇文物馆，庙方表示未来开放参观，希望加做当地兼顾教育甲文化的好景点。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AI 人工智慧哦，对未来影响引起真侪讨论，大家拢真期待，也毋过嘛真烦恼讲，敢会造成灾难。世界各国拢开始评估 AI 监管的机制。英国首相苏纳克嘛宣示，望讲英国会当真做 AI 安全监管的领导者。欧洲议会嘛按什么来针对人工智慧法的内容来进行投票。We need the AI researchers to reach a consensus. 点出人工智慧发展面临的问题，有 AI 教父称会杰弗瑞辛顿，甲 AI 专家吴文达线顶对话，讲成熟 AI 起来可能会引起的灾难性风险，甲现阶段的考验。Whether these big chatbots like GPT-4 or Bard actually understand what they're saying. Some people believe they do, and some people believe they're just stochastic parrots. So long as we have those differences, we're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come to a consensus about dangers.
新顿认为 AI 研究者要有共识，才有法度解决后续可能问题。因为现阶段 AI 对人类来讲，也有真侪无清楚、无了解所在。Whether AI systems really understands the world that is leading different people to then quite reasonably come to different conclusions about the types and nature of AI catastrophic or even extinction risk. AI 技术是毋是造成人类灾难或者是灭绝风险，有人严肃对待，有部分学者无认同。另外，第10日开始的伦敦科技周展馆，英国首相苏纳克是宣誓，和英国加做 AI 安全监管的领导者。With £100 million for our expert task force, we're dedicating more funding to AI safety than any other government. I want to make the UK not just the intellectual home, but the geographical home of global AI safety regulation. 在生成式 AI 闹热发展的同时，各国政府拢开始评估 AI 产业的相关监管机制。甲英国应并场的欧洲议会有5月14日对人工智慧法的内容进行投票。那后续推动顺利，会加做全球第一套有 AI 风险甲使用的管理准则。记者综合报道。老人失智症是愈来愈普遍，甚至有一寡有家族基因的失智症的患者，有真侪亲人拢伫40-50岁就发病死亡。也毋过冇人真幸运，食到老嘛是无发病。有学者就研究600个有家族基因无发病案例，望讲会当来找出原因，来研究失智症的治疗甲预防。道格惠特尼已经73岁啊。不过，目睭正金，耳仔正大，记忆也正好。无想到讲，伊是来自一个有阿兹海默症基因的家族。伊9个阿姑甲阿姨，佮甲伊的妈妈，一到40岁就出现失智症，到50几岁就拢过身。My grandparents had 14 children. 10 of those 14 ended up contracting Alzheimer's disease. Early onset Alzheimer's. It's devastating. You know, you essentially have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that develops these mutations, and people typically start to develop symptoms at the prime of their life. 阿兹海默症是失智症的一种，大部分拢发生伫咧65岁以上的老大人。不过有病人伫咧中年的时阵就发病，主要原因是基因突变。有这种早发生失智基因的人口占无够1%，因生的囡仔要一半的遗传几率。惠特尼的大兄48岁就发病，已经过身。伊的表兄弟甲后一代也大部分拢伫咧50几岁就被诊断做失智症。惠特尼50岁时阵就发现伊有阿兹海默的基因，不过到即马拢有捌出现过失智症的症状。专家认为伊的基因可能佫发生另外一种突变，互伊袂得到阿兹海默症。看到老爸享受到健康的老人生活，惠特尼的后生布莱恩真欢喜也真担心。伊已经50岁啊，也同款有失智基因，虽然到即马也无发病。不过想到伊也未成年的囡仔的未来，定然拢困袂去。伊甲伊的老爸最近拢参加华盛顿大学的失智研究，希望团队赶紧找到突破性的发展，让大家袂受失智症的折磨。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中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0度。外岛地区上低26度，上悬32度。咱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
拜。